哇！紐約呢幾日真係凍到震，你有冇覺得屋企好似個雪櫃咁凍？各位紐約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紐約與你。如果你而家喺屋企仲要着羽絨，咁就大件事啦。你個業主可能已經犯法。不過我今日唔係淨係想講開暖氣。我要講述嘅係2023年一個好大個危機。我哋新上任嘅市長麥丹尼已經講明，佢要將暖氣違規罰款加到3倍。如果你係業主，你唔注意，隨時會唔見幾千蚊美金。如果你係租客，你更加要知道你嘅權利。首先，同大家溫習一下紐約市 heat season 法律。由10月到5月，只要出邊低過55度，業主就必須要俾暖氣。但係要幾多度先至合格呢？第一，日間朝早6點到晚上10點，如果出邊低過55度，屋裏面必須要有68度以上。第二，夜間晚上10點到朝早6點，無論出邊幾多度都好，屋企裏邊必須保持62度以上。記住係68同62，差1度都係違法。點解我今日要特登講呢樣嘢？因為今年能源費貴咗，好多業主想慳錢，可能會將暖氣較細啲，千萬唔好咁做。因為新市長麥丹尼喺房屋政策重點就係打擊違規業主，佢建議 no heat 冇暖氣嘅罰款增加3倍。之前 HPD 罰你幾百蚊，2026年隨時變成過千蚊一日。加上現在政府會裝 sensor 感應器去監察，業主係冇得駁㗎。咁大家點做呢？如果你係租客 tenants，覺得凍唔好只係忍，買個暖度計影相做記錄。然後同業主講，如果業主唔理，就打311投訴。如果你係業主 landlords，我知道燃油費好貴，但罰款更貴，最好安裝智能恆溫器 smart thermostat， 有個記錄喺度，萬一租客亂告你，你都有證據保護自己。紐約嘅冬天好長，大家都要保重身體。想知道更多紐約生活資訊，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紐約與你 NYC and you。我們下條片見。